你以為大家係靈魂伴侶，真嗰句可能係你同我都有啲精神問題喎，點解會愛上一個人？有時就係因為對方有啲 mental，你先中意咋。今年8月，Nature Human Behaviour 國際學術期刊有一篇非常熱門嘅研究，當中就指出一段感情係可以因為疾病而開始。9大精神障礙喺戀愛關係中，原來係帶有某種嘅吸引力，即係話當一方有某種嘅精神狀況時，佢嘅伴侶有更大嘅機會共同擁有相關嘅心理問題，或者罹患嘅風險會顯著提升。學者就話啦，你見到有啲情侶或者夫妻成日又鬧交又分手，情緒大起大落，但最後又會繼續一齊，其實係一種病理性嘅吸引同埋創傷連接。呢個並非係一種偶然，而係一種配偶間嘅聚集現象，反映出非常真實嘅配偶選擇。一個人會傾向同精神或者情緒特質相似嘅人拍拖，因為無形中代表可以共同承受健康嘅情況或者壓力等等嘅因素。呢種 common ground 會降低心理防禦嘅機制，兩個人就更容易走向親密嘅態度啦。咁樣睇嚟呢，愛情唔一定係因為浪漫邂逅，而係因為病情。唯一唔好嘅就係由於家庭氣氛壓力模式容易傳遞，有延續到下一代嘅風險。研究中最後特別有提到台灣，因為相比於歐美地區呢，台灣夫妻特別有一種精神疾病，最常兩個人同時出現。你哋又估下係邊一類啊？答案喺留言區話你聽。